台电一直拢咧了钱，即几工因是讲，即个学校、农企业也有社福单位的电钱是未起的，也毋过这费用甲成本之间的政策，就要由主管机关来甲补起来。教育部长陈英尧就表示讲，平均的电钱也有电价成本这之间的政策咧，已经由行政院来开协调会，教育部会来支持学校，对114年开始，就会甲政策的费用全部拢补起来。 新的电池制度对4月初一上路，电池平均是起在拍左右，不过学校、社福、农事单位起的部分，目前也是台电家己来贴。差非常多，小的学校像我们学校可能差个几千万嘛，可能大的学校上几亿都有啊。 不过台电最近就表示，学校、农事、社福单位的电池即马起的部分，拍算无爱搁贴啊，就应该交予主管机关来补贴。嘛已经发文通知，讲这补助爱回归予各单位家己办理。教育部长陈英尧表示，行政院已经召开协调会，请各部会来编预算。在成本跟平均这个电价的这个差额，我们教育部会把它编住，所以也请我们所有的这个学校放心。陈英尧表示，会依法支持学校对114年度开始甲差价补助，不过也是无讲这补助敢是干那公立大学才有。私立大学校院协进会理事长何明果就表示，私立的嘛应该爱补贴。电费涨价能够全额补助，不然对学校的压力是很大，尤其是学费已经蹦涨18年了。去年的话，其实人事费调涨也非常的高啊。 何明果表示，即马电池咧起，人事费用嘛增加，不过学费已经18年无起啊，若阁袂使起学费来补电池，教育部嘛应该编预算来补贴，减轻因办学的压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